人類骨架由206塊硬骨組成，硬骨有3大功能。首先，佢就好似一間屋嘅橫梁同牆壁咁樣支撐住整個身體，而且硬骨會確保你嘅內臟得到足夠嘅保護。除此之外，同肌肉配合，硬骨嘅排列仲可以令到我哋做到一系列嘅動作。硬骨喺胚胎發育期間形成，骨骼細胞會逐少咁組合，形成硬骨之後，骨骼細胞嘅任務仲未完嘅。骨骼細胞幫我哋不斷咁去修補硬骨，但係佢哋亦會因為退化而發揮唔到功效。喺受傷或者患病之後，硬骨可能會冇辦法再去自我修補，所以科學家研發緊一啲可以修補受損硬骨嘅新技術。恐懼症係指一啲由死物、處境或者動物呢啲冇危險嘅嘢引起嘅恐懼。西方國家目前有8000萬人患咗呢種引致焦慮同惶恐嘅疾病。恐懼症係女性最常患上嘅精神病之一。恐懼症主要分3類，第一類係普通恐懼症，佢係由特定嘅事物所引致，例如狗隻恐懼症或者雷電恐懼症，患者會好驚狗或者好驚行雷，有啲人會好驚13帶嚟不幸，甚至係好驚小丑。第二類係社交恐懼症，患者會更加精神衰弱，例如會好驚惹到病菌或者好怕面紅。廣場恐懼症係3種之中最棘手，患者會因為覺得自己冇辦法逃出一個地方而好驚恐，好驚俾人群包圍，甚至擔心自己會喺沙漠度蕩失路，驚翻唔到屋企。治療恐懼症嘅方法其實有好多種，不過最好都係令患者嘗試去面對自己恐懼嘅嘢，但係治療過程可以好複雜同危險。今日嘅動科學系暫告一段落。